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田雞開講，我係田雞啊。今條片俾翻大家就係嚟緊9月28號星期日沙田泥草混合嘅尾場心水啦吓。咁今次尾場係11場啊，咁當日係有成11場賽事啊。因為都要補翻前排因為場地問題取消咗嘅場次啊。所以當日都係跑成11場馬噶，咁尾場就係第11場3班16米係6點搭4啦，20分去開跑噶吓，咁今早14隻馬上陣啦，咁都唔難估噶啦，邊隻馬今場會係做熱門？相信唔係潘頓啦，就係田泰安啊，兩隻馬個表現都係比較好啦，今場賽事。咁先唔講啲熱門邊隻好邊隻唔好啦。講翻有冇啲冷馬喺今場可以叫做可能偷下雞撲到出嚟呢？咁我就會想揀翻呢一隻馬呢。其實好明顯啦，熱身呢係做夠噶啦，即係個狀態呢都係 fit 噶呢一隻馬。唯到個騎師呢轉咗人喎，我都諗咗一陣點解會轉呢一位騎師呢？咁係邊一隻馬？就係10號安泰巴道蔡約翰呢一隻安泰呢，其實好明顯你見阿蔡呢個部署係咁出默默出啦比起其他馬一定有優勢噶啦，因為呢做足熱身上次跑一個叫做比較陌生嘅場地啦，泥地1650，仲要係跑呢個濕慢地啦，都係可以撲到近有個第2名所以你見到泥地都搞得掂呢一隻馬即係狀態都已經好好噶啦，埋門又整咗2課大閘呢，即係暑假嗰陣呢一隻馬唯一要討論嘅，點解換咗阿巴道唔用翻艾杜拿呢？艾杜拿近排明明同阿蔡合作成績都唔錯但係諗翻安泰呢一隻馬今次換上巴道。我都揾翻一啲記錄啦，巴道其實都有幫呢個馬主啦，安系嘅馬主啦，贏過幾場馬噶即係嗰隻安眾啦。所以我覺得呢一隻馬揾上巴道呢，都唔係話出奇嘅，原來今次最重要有翻個一檔呢，相信呢對呢一隻馬都幾好跑噶因為始終安泰咧都係喺呢個沙田度贏馬嘅上季同埋23-24年個馬季，我相信佢喺沙田個表現咧一定係會比泥地好噶啦，泥地都上到名呢一隻馬真係啦唔可以賴低都同大家望一望啦，頭先所講啦，暑假嗰陣咧其實都好做足功夫噶啦，8月25號開始上從化整咗2課草地閘。之後9月已經出咗2場賽事大家都見到。季初就唔使話擔心跑得太密跑得太多體力唔夠呢一啲問題啦。季初最重要就係做足熱身功夫跑得多呢唔太大嘅擔憂噶嚟啦，同大家睇翻一場好值得睇嘅賽事就係呢一場沙田1400米3班韋紀力嗰隻都係排1檔大家要留意係1檔去贏馬嘅，今場咪正正就係1檔咯嚟啦，一齊睇翻先係4。黃旗佢好啦，一起步，穿甲之慢咗橙衫嘅前面快嘅馬呢，有呢隻就美麗邂逅安泰就算出閘唔快呢，一檔拱下都攝咗喺一啲前置位置，唔太後噶啦大眾福星灰馬今次出閘都快出邊有實力派第4位宜春火力埋邊，第5仲有常多少，內欄第6位呢仲有安泰後邊嗰陣啦三軍勇將啦，出邊幸運派彩係紅衫嘅，內欄爆出美麗尾4位置街燈啦，後啲嘅馬匹啦，先見到有常多少99為尊橙衫內欄暫時殿後呢係穿甲戰英嚟噶。好啦，接近呢個香港體育院灣美麗邂逅好順利就擺咗喺前面放實力派係第2位啦，外邊幸運派彩走咗上去內欄位置第4位到啦，仲安泰中間第5灰馬大眾福星啦，第6位外邊呢紅帽宜春火力騎下隻安泰呢，守咗喺內欄第2位呢一啲食糊位噶啦，已經係
蘭粉紅色大約第7位，有爆出美麗，中間陸續晴朗啊！響外邊呢就三軍勇將啊，後啲嘅馬穿甲戰鷹橙衫，內欄尾4到啦，再後邊嘅馬先見到街燈啊，同埋呢隻就99為尊嗰啲馬入征咗去直路啦，前面美麗邂逅仲有少少嘅優勢，外邊實力派冚埋去，安泰入邊呢仲未揾到位嘅，再見到中間位置追有大眾福星橙衫中檔穿甲戰鷹，外邊三軍勇將最出99為尊，最後100零米美麗邂逅仲有優勢，內欄打上嚟安泰，中間穿甲戰鷹點解上嚟啊？接近終點第1名。安泰最後嗰幾步咧係會比較勁啊！你見到啊嚇，守咗個喺內欄位置慳咗啲位咁追上嚟啊，咁啊就贏到馬啦。咁啊當然啦，韋紀力今場都叫做跑得冇得頂噶啦，善用咗呢個一檔去贏馬。嗱，咁啊，今早賽事咧，其實有啲馬係會比較叻嘅嚇，咁啊，好似嗰啲火焰閃爍啦、美麗星神啦，呢一啲當然係比較叻嘅啦。咁啊，其他有開成績嘅，好似元朗精英啊、金勝名區真有啊，隻隻都抽咗一啲大外檔呢，未必話真係咁好跑啊嚇。所以計落呢隻安泰一嚟熱身就夠啦，一檔對於呢一啲咁被動嘅馬呢，一檔真係好鬼重要啊嚇。就算出閘唔算話太快都可以，你見到上場贏馬呢，韋紀力拱下都守翻一啲2、3位有個遮擋呢，呢一啲位呢係最鬼好噶。咁啊，所以啦，呢一隻10號安泰對住今早對手呢，有個一檔啦，咁啊熱身做夠啦，換上巴到呢一啲唔算話太吸飛嘅騎師啦嚇，懶地呢，我覺得值得留意翻嘅呢一啲馬。所以10號安泰啊，巴到蔡約翰第2匹心水揀翻先啦。嗱好啦，咁啊第2隻心水想揀邊一隻呢？啊？咁啊美麗星神、火焰閃爍都係今場應該雷頭等嘅馬啦。但係始終美麗星神呢，3歲仔3班啊，咁啊孭一個130磅，其實都有啲擔心噶。始終呢一隻嘅美麗星神啦，跑嘅賽事嘅次數都唔算話太多啊，咁啊已經去到呢個3班130磅啦，咁啊其實都未必話太過好跑噶。咁啊所以啦，比起美麗星神，當然係有實力有質素嘅馬呢。但係我會想揀翻呢隻14號火焰閃爍先嚇，田泰安嘅大衛希斯嘅配搭啦。咁啊當然潘頓係騎唔到啦，呢一啲117磅，如果唔係可能潘頓都會揀呢一啲火焰閃爍騎添㗎。因為潘頓一接手話一 Q 一 win 嗌到嗱都幫佢整咗場啦，就係田泰安搞唔掂，又冇咁廢啊田泰安嚟嚇。咁啊跑咗4場啦，田泰安幫佢啊，咁啊其實埋門啲操練好多都係田泰安幫佢做噶，咁啊就係得佢啊贏唔到啊，嗌到嗱潘頓個個都贏到啊，咁啊但係今場唔同啦，輕磅騎師真係冇乜幾多個嚇，咁啊田泰安又可以接翻手呢一隻火焰閃爍啦，咁我唯一俾到藉口就係可能田泰安騎嗰陣未操得起太多啦呢一隻馬。咁啊，希斯都唔會要田泰安做白工嘅咁樣嚇，咁啊操咗咁耐，操咗咁多次，贏唔到馬，今次啦一抽翻個輕磅呢，咁啊即刻俾翻阿田泰安騎，咁啊埋門啲決定咧，好早就已經係做咗噶啦，即係呢一隻馬潘頓係騎唔到啊，一定係揾阿田泰安啊。點解咁講啦？因為8月開始咧，田泰安已經捉翻實呢一隻馬咧去做操練噶啦嚇，8月13號啊。咁啊埋門啦，田泰安都親自整嗰副泥閘啦，想從化又再整多副泥閘啦，都係有好嘅表現㗎。呢一隻火焰閃爍，咁啊水啦成個狀態都係有㗎啦，係睇翻田泰安係咪真係咁唔夾呢一隻馬啊？咁啊個個換人啦，嗌到嗱潘頓都贏到，上名咁穩定啊，咁啊一換田泰安就冇。咁就真係今場見真章啦！咁啊嚟啦，先同大家睇翻呢一場泥地1200米啊，個表現都係好嘅，撳住追上嚟，湧上嚟嘅隻馬嚇，一齊睇翻先。好啦，起步啦，稍出閘比較慢啲咧，就紅眼罩啦，喜蓮勇敢啊，咁啊暫時包尾咧有嗰隻唯美主義。嗱，咁啊大家見到其實出閘最快咧個頭突出嚟嗰隻咧63啊嚇，就係火焰閃爍，依家慢慢蹬咗落去一啲3、4位嘅位置中間嗰隻啊。
望翻前邊先啦噃，見到中檔咧佔先咗咧，就今年嘅自購馬嚟嘅 L 部啦，叫做開心貴寶。咁啊外邊冚上嚟白色衫咧就係瑞盛人生，內欄橙就藍衫咧有加州報捷，貼欄第4就精英黃牌啊，中檔第5咧綠就黃衫競速威龍，紅眼就見翻咧就喜蓮勇敢，尾以火焰閃爍，包尾咧咁早都執緊嘅話，好似唔係好省得喐佢啊，就係唯美主義啦。好啦，過咗一半啊，加州報捷拍住外邊嘅瑞盛人生咧，彈得咗4個馬。咁啊，大家見到依家喺邊啊？呢一隻火焰閃爍包尾咁滯嘅尾2嘅位置啦嚇，距離頭馬距離好遠啊嚇，6-7個馬位左右噶。咁啊，包尾嗰隻唯美主義其實今場都同場跑，大家一齊望埋啦，根本完全冇得追咁嘅嗰隻啊。位中檔第3咧有開心貴寶。外邊咧慢慢踩優上嚟咧就競速威龍啦，原欄就精英黃牌，捐中內檔咧就喜蓮勇敢，大外檔就火焰閃爍，包尾咧都仲係省緊啊，就唯美主義。直路嘅中段咁啊，外邊咧競速威龍咧個勢相當之好啊，瑞盛人生都大力騎㗎啦。咁啊兩隻馬中間咧有開心貴寶，一捐埋內欄咧就喜蓮勇敢，出邊就火焰閃爍啦。結果衝線咁就係成群馬一齊到啦，火焰閃爍，開心貴寶。咁啊，大家見到，咦呢一隻嘅火焰閃爍自己啊撳住，都喺外檔咧拱上嚟嘅喎。咁啊，相反唯美主義嗰啲推晒打晒邊咧，叫做係有翻2步啦，但係都完全係追唔切㗎啦，個爆發力唔算話太強。咁所以大家都見到埋門呢一課泥閘啦，呢隻火焰閃爍都係好 sharp 醒啊，個表現係好好噶。咁啊呢一啲馬呢，咁啊升班上嚟3班跑翻一啲贏馬路程啦，遇正有實力嘅對手又咁唔好彩喎，真係啊！咁啊抽啲大外檔，咁啊呢一啲咁啊當打啊起緊嘅馬呢，我覺得值得揀翻先啦嚇。14號火焰閃爍，田泰安啊，俾多次機會佢啦，希斯都係咁話啦。咁啊，第2匹心水揀翻佢啦。嗱，好啦，咁啊第3匹啦，最後一匹心水啦，就想揀翻呢一隻馬呢。其實我覺得佢表現啊，實力上呢唔係話太差噶。咁啊，但係呢隻9號幸運派彩啊，奧爾文取捨。嗱，咁啊，幸運派彩其實都好忠心嘅。你見上季場偷啲大外檔，哇！咁啊，真係啦，黑到冇人有啊。但係咧都追過呢隻馬第4名，都攞咗4場啊。咁啊，上場抽過1檔，叫做咗場熱身啦。咁我覺得呢一隻馬上次失下都冇乜話點樣跑過噶啦。奧爾文吸取咗上仗嘅教訓呢，相信都會有改善啊，因為始終奧爾文都係嚟講冇咁耐啊，有一啲咁樣嘅蝦碌場面咯，我覺得絕對係正常嘅。咁啊，呢一隻馬佢都係一個私家馬咁滯啦，奧爾文邊有咁多私家馬？呢隻幸運派咗真係獨一無二啊！跑足6場都係佢啊！咁啊，今次啦個檔位都唔錯㗎，3檔冇咁易塞車㗎啦，呢一啲檔位啊！馬主練馬師都咁支持啊，點都要交翻啲成績出嚟噶啦。咁啊嚟啦，同大家睇翻上仗啦。呢隻幸運派彩都塞咗下車噶，但係都係輸3個馬位嘅啫，唔算太遠啦嚇。嚟啦，一齊睇翻先啦。準備，黃旗舉。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呢，爭有少少慢咗啊！前面快嘅馬呢，埋邊加嗱，咁啊好唔主動嘅上仗，其實你見到紅衫白帽奧爾文呢，喺一檔位置仲係撳住隻馬唔俾佢上嚟啊嚇，同頭先睇安泰阿韋紀力嗰啲騎法呢，差好遠啊！應巨星啦，中間數出去嘅嘛，有呢隻艾利奧12神將同樣美麗啊！外邊呢，咁啊黃藍衫嗰隻呢就標誌星河嚟噶啦，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啦，綠色衫啊太精神，外邊啊壯志凌雲啊，內欄紅衫白帽幸運派彩啊，中檔紫色衫做魅力之遙啊，後邊5匹馬穿甲戰鷹正極東方飛影啊，尾二係堅闖暫時殿後呢係爭友嚟嘅。好啦，轉香港體學院灣啊，前面放頭嘅馬呢，原來係同樣美麗喎，跟住喺第2位外邊啊標
標之星河啊，第3位埋邊呢，咁啊仲有12神將啦，第4位咁啊中檔位置艾利奧埋邊淺藍衫嘉應巨星啊，響外邊第6位紅衫白魔嘅壯志凌雲啊，後多層嘅馬啦攞咗出去喎，6-3太太精神啊，內欄紅衫白魔幸運派彩啊，橙衫穿甲戰鷹都攞埋出去，後啲先有堅闖東方飛影正極包尾入直路係爭友嚟㗎。嗱咁啊，大家望住咯，哇！喺成4隻馬去前面啊，呢一隻幸運派彩塞到冇人有啊，咁啊其實佢主動少少啦，嗰隻嘉應巨星個位呢，就係佢噶啦，咁啊好易望空啊，嘉應巨星嗰啲馬就，哇！但係呢一隻馬仲喺入邊啊，幸運派彩塞到冇得跑咁啊，呢一場已經係。好啦，最後直路啦，同樣美麗佔先少少嘅中檔追佢嘅馬就係標之星河啦，外邊有壯志凌雲啦，外邊追仲有太太精神啊，入邊上緊嚟嘅馬仲有隻嘉應巨星啊，追出嚟穿甲戰鷹啊，最後200米都同樣美麗依然係佔先嘅標之星河追佢唔到喎，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嘉應巨星上緊，外邊上嚟仲有太太精神接近終點，同樣美麗贏啊，跑第嗱咁啊，大家見到啦，根本就冇跑過啊，隻馬都唔會同你衝啦，成排馬喺前面咁樣，咁啊呢啲跑法咧都真係睇到火滾啊嚇！咁啊好彩奧爾文都叫做嚟講冇耐，叫做有啲藉口啊。如果潘頓啊嗰啲咧，田泰安嗰啲咁樣跑啊，真係啊俾人鬧到傻噶啦嚇！咁啊所以啦，呢一啲幸運派彩本身有開實力嘅馬嚟嘅啊，咁啊今次又再俾多次機會你啦嚇，3檔。咁啊，我相信奧爾文呢都係要攞翻一啲好表現㗎啦。咁啊，呢啲私家座騎都唔交出好成績啊，有翻啲表現呢，咁好難吸引到其他練馬師去俾支持啊嚇。咁啊，所以啦，9號幸運派彩啊，咁啊俾翻奧爾文繼續騎啊，咁啊值得留意㗎。咁啊，最後啦，多謝大家一路以嚟支持啊！大家有咩心水想同我分享都留言同我講，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加入我哋田雞開講嘅大家庭，可以去翻 YouTube 嘅首頁，再撳簡介，去下面加入田雞開講嘅大家庭。每一個級數都有唔同嘅心水俾翻大家，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喜好去揀翻唔同嘅級別。中意嘅話可以訂閱我哋頻道，撳翻個鐘仔，仲有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下條片再見。